电影效果，我有4K 30，这个4K 30啊。可以拍3个。4个。多找点送，8点半就送。搞忘了一样东西，就是那个泡泡糖没买，搞忘了。拉姆然后加因为全队在前锋的时候就比较多。让生做多么大眼你那牵着，就那在他牵着嘛就随便看你啥呀，就那在他牵着嘛就随便看你啥呀。长辈不啊三万，长大一看那是家里头刚进那个富三八380九，我是我们转啦，我们转了我们的，在东北几年就。就是 Hawk， 有点小王青嘛，你说小王青是吧？这他们是2个挨在旁边，3个挨在旁边，好矮，对比很明显。
佳佳是几个月，应该5月份嘛，5月份6月份出去的，一个人骑摩托车在青海四川那边逛，到处逛。他是那种也不是重型的机车，是那种就是踏板那种摩托车，有点重，300-400斤那种。到处旅游，然后回来他把车开了，又买一个摩托车。就一个女孩子到处逛了应该3-4个月吧，走了，也就是每个地方都去。他那个抖音上面没有关于跳舞的，全部是骑摩托车旅游的。又来了，看完又来了，没想到是江墨，他们2个，把小孩子带来了，珍珍，曲珍，他女儿叫曲珍。看这是谁？看到服装，有这个认识吧？是谁？戴帽子那个，看到没有？戴帽子的，戴帽子是谁？这个不是，这不叫梦。没躲。这是5倍、2倍、1倍、0.5倍。哇，确实15 Pro Max 这个摄像比我那个13强好多啊，清晰好多，也放大倍数也大，5倍。一人带一个吧？咱们一人带一个吗？我你们一人分一个嘞，一人带一个。2.4，看什么？等会儿喊拉布娃站这个位置，他们2个站太后面了，拍都不好拍。
这个歌非常好听。一问我过的搞，马上一下就消失，搞忘了。如果等会儿一下想起来。连他们自己跳舞都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这个旋律，然后一下想不起名字，很正常。对，今天它那个颜色好鲜艳。哦，这个车，感觉这个车翻车。他的后面那个，后面对。要搞了，给你买棒棒糖了。今天搞好了，明天给你了。明天买很多，全部都交出棒棒糖。好嘛，出了。明天买棒棒糖，买它几十块钱的，然后每个团队全部随便吃吧，反正一人交2个、3个就很大的锅包子。口香糖不行，口香糖太少了。哈哈，
不错，有3个。杨枝木呀那么，当它是雪里的霜，路呀看呀那么，你家是托你山中，干我那呀那么，家错是金山里，满雪的呀那么，最怕是真山里，山里头呀那么，阿么个山里，山里头呀那么。哎呀，这婆婆完了，好久没有唱歌了。放下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那跟他走吧。可以，不要他乱跑就可以。觉得害怕他会烂。他不会乱跑。对，趁他出去玩了，玩了几个月。Sari,